早兩日咧同個 partner 一齊食早餐，佢同我講，佢好後悔咧點解當初花咗咁多錢，你拎咗去買手袋，即係例如買 LV 啊、Chanel 啊，或者係佢最中意嘅愛馬仕等等。跟住我就同佢講啊，咁點解你會覺得後悔呢？跟住佢話，就係因為呢2年呢，唔知點解係咪經濟差嘅問題，所以二手價呢就開始下跌。因為點解佢咁中意愛馬仕呢？係因為愛馬仕嗰個保值能力強，即係你可能用咗一輪之後呢，你個袋比之前更加值錢，或者可以保住嗰個價值等等嘅。跟住咁我就慢慢同佢計一條數啦。我就話其實咧買袋呢，你可以當係如果升咗去當投資，或者當係資產類別得唔得呢？其實我覺得係某啲牌子，譬如愛馬仕有可能係得嘅。但係我就同佢講另一個機會成本嘅問題。機會成本即係咩呢？如果你唔用嚟買愛馬仕，譬如你買咗呢2年買15萬，或者20萬買咗個袋，咁我就同佢計一條數啦，就話如果攞翻個歷史數據啦嚇，24年你24年買袋，我24年投資，咁我投資回報24年係50%嘅。如果你話你攞嚟買個袋嘅錢呢，譬如20萬或者15萬，咁跟住如果翻咗50%呢，即係如果20萬而家變咗30萬。咁25年呢係40% 回報，30萬呢就再加多40幾%嘅回報呢，咁就會係40幾萬嘅咯。咁嘅意思就係指，如果呢2年呢，佢係攞嚟做投資嘅，咁當然人人都唔同啦，我只能夠攞我自己啦嚇。如果你做投資嘅話呢，佢回報可能由20萬變咗40幾萬。咁如果佢依家可能買咗20萬袋，扣除埋啲唔值錢嘅配貨之後呢，可能仲值翻10幾萬。咁我就同佢講嗰個機會成本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。除非你話你係已經有錢到咧，我 I don't care 嘅，即係我覺得你呢啲小錢我根本完全唔影響我嘅。咁但係咁嘅情況，你應該唔會後悔啊，係咪先？